誰人領受他的話，甘願謙卑信服他。黑夜已深，耶穌孤單獨行，跪下禱告，倍感憂傷。客西馬尼見證人成醜惡軟弱，門徒四散，猶大偷偷窺探。從客西馬尼走上各各他，從沉默不語到十架測驗，為了潔淨全人的罪，甘願以寶血捨身願十架。沉重憂傷的那一夜，汗流如血的哭，仰望父神，願這苦杯離開，別照我的心意，只成就你的旨意，為要救贖擔當人們罪債。從客西馬尼走上各各他，無罪審判再被人釘上十架，承受鞭打鞭傷，為了世人得醫治。任人戲弄凌辱唾沫，全為信服父神旨意，還祈求父神憐憫世人，赦罪寬恕。受刑罰十架，受苦受死，承受鞭打，血出